吸引法则。如果你渴望更多的爱，那就要更加有爱心。吸引法则是你需要处于你想要创造出的情境频率里。如果你用爱包围自己，找到生活中喜爱的事物，爱将更容易地来到你身边。花点时间想想你喜爱的事物，运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一个你可以实现内心渴望的世界。不要刻意寻求你所渴望的任何事物。这是吸引法则中最具挑战的任务。你要表现得好像你渴望的情境已经存在了。如果你向宇宙发送一个请求讯息，却跟自己说一直没拥有所渴望等待的事物，你会因此吸引不到它。把你的内在小孩和你的渴望连接起来，你会在生活中吸引到与你的思想相似的事物。当你转向积极、耐心的意念时，吸引法则的魔法就在你手中了。吸引法则。如果你渴望更多的爱，那就要更加有爱心。吸引法则是你需要处于你想要创造出的情境频率里。如果你用爱包围自己，找到生活中喜爱的事物，爱将更容易地来到你身边。花点时间想想你喜爱的事物，运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一个你可以实现内心渴望的世界。不要刻意寻求你所渴望的任何事物。这是吸引法则中最具挑战的任务。你要表现得好像你渴望的情境已经存在了。如果你向宇宙发送一个请求讯息，却跟自己说一直没拥有所渴望等待的事物，你会因此吸引不到它。把你的内在小孩和你的渴望连接起来，你会在生活中吸引到与你的思想相似的事物。当你转向积极、耐心的意念时，吸引法则的魔法就在你手中了。吸引法则。如果你渴望更多的爱，那就要更加有爱心。吸引法则是你需要处于你想要创造出的情境频率里。如果你用爱包围自己，找到生活中喜爱的事物，爱将更容易地来到你身边。花点时间想想你喜爱的事物，运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一个你可以实现内心渴望的世界。不要刻意寻求你所渴望的任何事物。这是吸引法则中最具挑战的任务。你要表现得好像你渴望的情境已经存在了。如果你向宇宙发送一个请求讯息，却跟自己说一直没拥有所渴望等待的事物，你会因此吸引不到它。把你的内在小孩和你的渴望连接起来，你会在生活中吸引到与你的思想相似的事物。当你转向积极、耐心的意念时，吸引法则的魔法就在你手中了。